大家好啊！今日咧又係我私人醒咧喺度開市之前咧，同大家咧討論下個市點樣走勢嘅咁啊。今日嚟講咧係2月22號啊，今日而家咧係9點咧係16分，咁啊睇見呢個市咧期指方面咧競價盤都開咗咯，哇都相當殘酷啊嚇！咁啊一開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咧23070啊，咁啊相對於琴日嗰個23221咧就唔見咗85點啦。但係咧，喺咁低位開出嚟咧，仍然咧係有人不斷咧係開出期指淡倉嘅，咁一壓落去咧，就睇到咧低位咧，暫時見到22903啊嚇，咁即係話咧23000點呢啲心理關口咧，已經咧一次就破咗啦。嗱咁大家都明白咧，呢個市況咧其實主要咧，因為華爾街咧道指琴日咧就跌咗成100點啦，咁啊過百點嘅。咁標指啊同埋納指咧，亦都咧跌幅咧仲大過道指嘅。咁最主要咧，大家都要知道咧，其實係出於咧聯儲局方面個會議記錄啊，咁啊顯示到咧，其實咧鷹派同鴿派咧都有分歧啊。咁啊鷹派咧一向主張咧以打擊呢個通脹為己任噶嘛，咁就一向都反對咧。咁多量寬嘅措施㗎啦，咁啊問題咧，因為經濟太差咧，你唔咁樣做亦都唔得。咁但係咧，最近咧就咁樣出現啲經濟復甦咯，咁啊有少少復甦嘅步伐咧，就可以咧令到個鷹派咧就聲大啲啦，就話每個月買850億嘅資產啊，買債方面咧，其實咧可以刺激到通脹重臨㗎嘛，咁所以咧佢哋就覺得咧應該係時候退市啦，咁但係咧鴿派方面咧就認為咧嗱一早已經講咗咧係將個經濟嗰個步伐啊就同呢個即係通脹咧，譬如話同埋呢個失業率方面咧係掛鈎噶嘛，咁如果失業率唔上翻即係唔落翻去7.5咧，其實咧唔需要擔心啦。咁而家去退市會唔會功虧一簣啊？咁樣咧就係拗緊呢一啲嘢啦。無論佢哋拗乜嘢都好。一出現分歧嘅，其實咧就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經濟喐緊。嗱，如果經濟唔係喐緊咧，其實係唔需要擔心咧。要退即係通貨膨脹啦。因為大家都知道 QE1、QE2出咗嘅時候，根本又唔使擔心，都係繼續有 QE3啦。咁但係而家去到呢個咁嘅階段嘅時候咧，一拗撬就話應該經濟好，咁經濟好咪應該好嘅對個市，但係咧。一早已經反映晒啦嘛，咁啊股市就永遠係前瞻性嘅，咁啊一早講咗就反映咗出嚟，到今時今日啦，喺高位喎，咁啊高位通常咧就比較低位啦，容易出現股災噶嘛，咁所以咧一開波咧，港股就插落去咧，唔係即係事必有因嘅，咁大家睇翻咧呢一個歐元對美元啊，1.328，即係話1.34、1.33兩個位一次過就穿晒，咁即係話美元就強啦。咁啊美元強嘅理由就係因為憧憬咧退市啊嘛，咁啊冇 QE3唔印銀紙，印少啲銀紙啊嚇，咁啊美元會反彈咯。咁但係美元彈咧就對資產價格咧係不利嘅喎。咁咧唔好講話咧，其實咧最近咧呢個美債方面咧。個回報率咧已經係高企咗㗎啦，咁即係話咧棄債重估嘅人咧就多咗啦，咁啊變咗咧太多人去買咧，可能係最後一班車嘅時候咧喺高位有調整壓力咯。咁而家大家睇下咧呢個黑期方面，喺所謂黑期就係新加坡買賣期指㗎啦，香港期指係 HS42跌成挨近300點啊嚇，咁啊好即係好明顯咧就係咧。個市咧係要醖釀住調整啦，咁啊問題咧個到幾時到底咧？咁我自己睇咧就會跌，最多係跌到22500咧就開始企穩嘅。咁但係咧就唔係今日一定會跌破，咁梗係要等啦。咁即係話依家嚟講可以咧係因為已經跌穿咗23000呢啲位嘅時候咧，嗱開咗市啦。咁啊恆指方面咧就開。23026啊跌咗281點，仲係頂住個23000嘅，但係咧其實呢個冇乜特別嘅意義㗎嚇，咁啊最好咧去落到去22860樓下，咁啊喺22444同22860之間任何一點隨時見底嚇，咁啊講到呢度咧
又祝大家咧，希望可以咧喺低位咧撈到好好嘅股票啦。咁另外咧就可以咧順利咧過渡呢個危機嚇。咁聽日再同大家傾偈，拜拜。